在趴了，来，看好的，往外面走。不要起来的。我才不行，我会飞走。你要这样子踩呢？推荐。还有很香哎。谁敢从那边跳？好，看完了小朋友来。慢慢走。差不多了吧？什么叫？我们第一站开放，真的是要讲。所以刚刚有听小朋友在讲，继续哦，等一下。我推了。慢慢走，不要用推的。好，那个有上去了就可以盖那个双房的，那个盖章是谁？多少钱？双房的来。10个。会吃姐。就下来吧。会吃。你才是啊！来，那个立成、新远还有云婷，你们的队伍。来，这3个人。哎，小队来。第二小队，不用关好。相对在这里。下面那个公主王子，来，多吃，叫他们下来了，那个不用关没有关系，等一下我们最后再怎么。盖章呢？可以，全部都盖好了吗？来，王子公主带我们的小朋友去那个金子